工廈天花板1600尺旗艦級工作室，自帶閣樓、吧台、雙廁同埋大螢幕。Hello， 我係 Sandy， 今日帶大家開箱一個配備好多好似高級會所咁嘅工廈單位，就係葵涌萬盛工業大廈。你睇下成個空間幾咁大，建築面積有1650尺。我哋先睇呢一邊，呢度間咗一間獨立嘅工作房，空間非常之好使。房入邊嘅冷氣機一早裝好晒，最正係外觀望一片翠綠嘅山景，開工望住都特別放鬆啊！而且房入邊仲特登整咗個閣樓仔，空間感即刻 double， 用嚟做私人儲物或者休息室都得。出翻嚟主要嘅工作空間，呢度同樣裝好晒大冷氣機，業主連現成嘅梳化、時尚吧台都配備埋俾你。旁邊仲留咗啲雪櫃等基本設備，一定滿足到同事嘅基本需要。呢度仲連埋一整排嘅 pantry 櫃，收納極之方便。呢度仲有一部 projector， 拉個大螢幕出嚟就可以即刻用。最後一定要睇呢個勁闊落嘅豪華洗手間，入邊連沐浴間都有，抽氣系統裝好晒。最誇張係佢自帶2格獨立廁所，又精緻嘅梳妝台，連洗手盆下邊都幫你裝埋一部洗衣機，配備一絲不苟。1650尺旗艦空間，月租只係18800，業主放售價638萬，快啲留言 PM 我攞資料啦，拜拜。